虽然讲变种病毒扰乱一寡国家解除封锁时间，不过全世界经济看起来有伫咧恢复。虽然国内服务观光业受到正大影响，不过制造业的外销订单却是接袂离。就专家表示讲，若准国际上会当甲 Delta 变种病毒控制好势，制造业的交货期袂拖，整体产业的趋势也会当乐观来看待。 台湾3个境界各外国餐饮、观光等等内需市场受到正大的冲击。不过，伫咧制造业这部分无受到伤大影响。根据台经院上新的公布，5月份整体制造业景气这部分比4月份减0.82分，来到17.71分，是景气有起来的黄红灯。 大部分我们看到电子跟工具机的部分还是在交期的拉长，忧心疫情跟国际的封锁。 那其他原物料的部分呢，受到一些金融市场的因素，或者之前价格涨太多，有一些回档，呈现观望。专家表示，国内虽然出现电子厂集体烧坏，不过厂区分流加强防疫，无造成大规模停工，对出口甲生产影响有限。也若以外销为主的纺织业，顶半年因为原物料欠货也起价，交货状况较艰难。不过业者表示，第3季甲第4季拢真乐观。去年10月份吧，订单就开始回笼。接下来欧洲跟美国市场上逐渐在复苏，在解封。 所以订单只会增大，所以今年第3季看起来会比第2季还要好。然而，资讯及通信产业、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的商业活动订单以及未来6个月展望，虽然在5月份都大跌转为紧缩，为6月份就马上弹升了10个百分点，转为扩张。 即阵变种病毒又伫咧各国伫咧传，加上美中关系发展无确定因素，可能影响制造业的表现。后半年疫情敢有法度有效控制，要需要继续关注。记者民警李福凯台北报道。